尊敬嘅馮校長，各位老師，大家好！非常之榮幸可以嚟應徵貴校嘅中文科教師一職。我先向各位介紹一下自己，我叫周俊賢。喺今年嘅7月份，我將會畢業於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學位課程。我自幼對於中國語文科嘅興趣已經非常之深，而喺大學期間，我亦都不斷咁樣充實自己嘅專業能力。喺教學實踐方面，我曾經擁有喺小學實習嘅相關經驗。2025年10月至到12月期間，我就喺我嘅母校祖堯天主教小學擔任實習教師一職，主要任教小二級嘅中文科。呢段經驗令到我對於小學嘅教學節奏同埋學生嘅特點有所認識。除咗備課、授課、批改作業等等嘅常規教學工作之外，我亦都能夠因應學生嘅能力去設計一啲符合佢哋嘅工作紙又或者係教學材料。在校期間，由我設計並且教授嘅2次教學視導評審，我都取得咗最高級別嘅優異成績。除咗教學之外，我亦都好注重學生嘅課外成長。我曾經協助學校進行普通話話劇嘅課外活動，亦都試過帶領學生帶隊參加朗誦節嘅比賽。另外，喺我以往喺補習社任職嘅經驗入邊，除咗核對功課同埋管理秩序呢啲嘅教常規工作之外，我亦都組織過一啲故事分享會，又或者係桌上遊戲同樂日等等嘅小型活動，擅長透過唔同形式嘅方法去拉近我同小朋友之間嘅距離，去營造一個輕鬆嘅愉快嘅學習氛圍俾佢哋。喺與人合作同埋溝通能力上，我曾經擔任陝西師範大學同埋香港教育大學合辦嘅西安沉浸交流課程嘅班代表，負責同兩地院校嘅老師溝通協調。另外，我亦都擔任過香港教育大學遊戲學會嘅主席一職，擁有舉辦唔同嘅大小型活動同埋團隊合作嘅經驗。我相信呢啲能力令到我能夠更好咁樣配合學校去開展各類型嘅教學，又或者係課外嘅活動同埋工作。我本身非常熱愛教育事業，尤其中意同小朋友相處。我自己亦都係一個細心而且有責任心嘅人。我知道貴校秉承住博文宏道嘅辦學理念，致力培育學生嘅綠育發展，為學生創造一個快樂嘅學習環境。呢一點同我嘅教學理念高度相符，正正係我好渴望投身嘅教育環境。我希望能夠有機會加入貴校嘅教師團隊，將自己嘅專業知識同埋教學經驗運用喺我熱愛嘅工作之中，為貴校嘅教學事業貢獻出自己嘅一份力量。以上係我嘅自我介紹，